好多嗰啲浴室嘅膠邊咧，因為長期都喺啲好潮濕嘅地方咧，咁佢嗰啲霉菌咧就會滋生嘅。咁好似例如可能浴室盤或者嗰啲浴缸邊啊，咁咧我哋平時日常可以有啲咩可以處理到咧？漂白水啦，咁就可以處理到噶啦。首先攞張紙巾啦，咁樣咁呢啲咧就可能搣開佢啦，咁樣細細條啦，將佢鋪喺有霉菌嘅地方，就咁倒喺紙巾上面。倒咗漂白水喺紙巾上面之後呢，咁有啲位置可能未必完全覆蓋到嘅，咁我哋就要戴上手套啦，輕輕按壓，等佢完全貼服晒喺膠邊上邊。個過程呢，需時1小時左右啦。咁當然啦，時間越長，效果就越明顯嘅。只要預約家居清潔輸入優惠碼，即享95折優惠，家務自由，輕鬆擁有，快啲預約服務啦！